關於我自己之前嘅嗰一啲影片，我真係只能講話係慘不忍睹，因為我冇學過點樣去用剪輯軟體進行剪輯，咁所以我就淨係將我自己當時諗到啲咩嘢，然後就直接錄落嚟，之後亦都冇再睇一次自己嘅整個思考嘅流程，所以我覺得至少要做到我自己有興趣去睇返呢一啲片，並且可以樂在其中，有嗰種想要繼續睇同埋想要再睇多啲嘅嗰一種感覺，而且我亦都希望可以擁有能夠進行剪輯嘅能力，可以好似我自己腦裡面諗嘅一個畫面咁樣，去更加細緻咁樣描述我自己喺度諗緊啲咩嘢，並且我之後再睇返嘅話，亦都可以更加了解我自己到底係點樣去諗嘢嘅。當然，我自己嘅目標唔只係去描述自己嘅呢一種思考，我想要做嘅嘢仲有好多好多，非常之多，所以自己個腦裡面就喺度不停空轉，然之後冇任何嘅行動做到出嚟，而我之後可能會去繼續用呢一種方式整一個關聯圖，嘗試去將我自己腦裡面諗嘅嘢表達出嚟。我自己想要做嘅事就咁樣放喺呢一個 Obsidian 裡面，畀我自己有一個地方可以擺低腦裡面不停喺度空轉嘅嘢。